家己援助的人吼。啊，咱讲咱会当成为别人生命中的天使。你来看，你对人好，人有缘中的拢会感受到你的恩惠哦。吼，啊，这是互咱讲，为虾米咱爱甲你讲，布施会当得人缘，就是安尼啦。当你咧付出的时阵，别人会去感受，当然你点的温情的，人拢会永远甲你记伫个心肝内面吼。啊，所以呢，来讲，菩萨布施定力凡心，不念诸恶，不种恶业。吼，今日咱发菩提心，因布施就是袂使有分种作污业，而且是爱一时当然一平平心人布施啊。吼，这就是互咱讲的讲，菩萨咱一般众生咧布施拢安那？这是我的家己的人，这阮的亲戚朋友，我倒有要帮助伊啊。啊，伊含我无实在，当然我着爱搁看看，这含我点仔关系，我着对袂去家注意啊，吼，袂去管伊啊。但是咱今仔就是讲，因菩萨布施就是顶念梵心，虽然即种是最高境界咯，即种含咱已经互咱亲像有诶着叫我含我无好啊，啊，咱要搁伊有困难，咱要搁去帮助伊，即种诶搁较无简单啊。哦，就是讲关心，就是感觉足讨厌的，都反正亲像敌人迄种人啊。但是对方有困难的时阵，吼，咱还佫会当热情去帮助伊。吼，所以讲菩萨在眼中咧，伊无歹的声；菩萨在眼中，菩萨的耳中啦，伊的耳仔所听的拢无歹的声。啊，伫个目睭内所看的众生嘛无歹的人啊。吼，这就是最高境界菩萨的心态啊。吼，所以讲因伊的发心念布施。就是袂去分种族啊，吼，咱亲像讲，互咱是咱台湾人，较早迄个出子吼，因咱知影出子咧，伊咧有当时咧救灾的时阵咧，伊就带了外去啦，对一个月去啦，啊，所以伊拢会去外口咧画，咧共迄个，吼，咧用迄个布施嘛，啊，所以一般人的迄个心态不平衡，就是讲，啊，咱台湾都遮济迄个。嘛是足需要人救济，你毋去救济，你去救济到位外国去，吼、但是因的心态就无共款，倒位需要，伊马上投入迄个行动，因绝对无咧文种作有益，吼、这就是咱今日菩萨布施就是爱达到这种的心态哦，吼、这嘛是调整咱的心态，咱的心态看有够遐无，啊若无够遐呢，吼、咱搁继续努力，因为呢，毕竟呢，咱还搁是不足啊，吼、咱还搁有分别心，啊，这就是。在心嘛吼，所以诸佛来在人间讲啊，六道修行中，布施定为福德庄严，法界为智慧庄严，福德属于利他，智慧属于自觉。故菩萨所行之一切善行，悉了以处理者之庄严。吼，这就是讲六道布施之中呢，吼，咱六道就有布施之界，领略上经，吼。精进智慧嘛，但是呢，伊迄个布施排为第一，吼、所以讲呢，当你咧布施，就是咧庄严你的福德啊。所以咱来看，咱咧拜迄个福德正神呢，伊就是拢利益众生嘛。土地公咱知影嘛，伊当做土地公，伊就是利益人这地方的。所以呢，伊死了后，咱做福德正神。啊，所以讲，当咱若咧用布施，咧利益众生的时阵，就是一定咧庄严咱的福德啊。吼，那么智慧属于自咩？法界为智慧庄严啊！吼，所以讲咱今仔而且咧听道理呢，无非嘛是咧庄严咱的智慧呢。吼，因为众生拢足无明的嘛吼，啊，即摆就是讲，伊着道理，无非就是要开启咱的智慧。吼，啊，所以呢，智慧有智慧了后呢，咱就知影讲，凡所有相的拢是该是无，所以咱就自然会晓照假修身啊。啊，若无呢，咱拢为这假的，而且咧走众呢。到尾啊，人嘛是拢归几个面啊吼，所以呢，菩萨所行的一切善行，悉摄于二者之中，所以这叫做福慧双修啊。因为你有做德，你有做福，甚至你一定爱有这智慧啊。啊，若无呢，你虽然讲咱亲像咱帮助人啊，一个都爱跋筊的，啊，伊当你摕这钱去跋筊啊，啊，伊当伊无钱咧该借钱的时阵，你还阁想讲，啊，伊着可怜啊，我钱阁借伊，结果呢，钱阁互伊摕去跋筊，安尼要安怎？虽然你有迄个爱心，但是你无智慧，吼、所以毋但讲一定爱福慧双修。啊，若福慧无双修呢，等于就是咱亲像咱讲拢摆卡，因为你着还阁不足啊吼。所以呢，甲甲因讲啦，咱一定爱福慧双修，袂使干那修福，
福，嘛袂使干来收费啊，吼。所以菩萨甲伊讲啊，收福不收费，福中也做多；收费不收福，费中也无大，吼。即卖人呢，拢要收福，但是我爱收费哦。亲像我有咧做好心嘛，但是要叫伊听道理，伊听袂落啊，吼。你无收费呢，你伫咧福中嘛做多呢，你来看，咱讲迄个，即摆新闻拢足夯迄个定鑫集团无吼，拢做迄个假银，其实拢是伤害众生嘛。但是伊嘛讲伊是慈济的委员呢，人伊嘛是有咧，有人伊嘛有咧布施啊，有我有咧做好心嘛，但是伊毋知讲伊伫咧福中已经咧做做啊，因为伊都无智慧啊，伊毋知讲你敢为着要得你的利，你拢无顾着人的迄个性命，安尼是毋是无智慧啊？你有咧收费呢，你无收福，费中也无大啊，所以毋知咱阁有一个故事，毋知讲啊，你敢收福不收费啊？就是讲大肠变形咯，你收费不收福啊，罗汉应强报，为虾米会安尼？因为你收福不收费，到尾啊呢，你就是得到这福报，就是到尾啊，随着迄个畜生道。真正呢，足侪即摆宠物因有伊就是有啊，我有咧布施啊，我有咧做福啊，我有咧做好代志啊，但是因个心拢无收啊，到尾啊，迄种的拢对着伫咧畜生道。所以讲呢，大肠畸形咯，即个大肠嘛是，搁用伊的宠物呢，即只大肠会当变形到你来看，甲伊增加呢，挂，人讲话讲，咱无钱倒通无钱通食饭啊，伊这大肠伊出去做畜生啊，伊还搁迄个搁甲增加呢严重啊，这就是讲，伊虽然有啊，我有咧布施，但是无收费，伊嘛是共款咧做做，到尾啊伊。就是对着畜生道哦，所以这点咱爱了解。今日既然若要收，你若毋收，我毋敢甲伊保证啊。你若要收，咱一定爱收圆满，袂使无收费、无智慧真容易做做啊。你有收费无收福呢，费中也无大啊，较是有影呢。因为你是该收费，你无去收福，到尾来讲安那罗汉应强报啊。出世来做一个修行人，有啊，我要修行啊。但是呢，你都拢无含人过面缘啊！因为过去的修行拢是爱去化缘嘛，你拢无含人过缘，但是你要去共化缘的，人嘛毋爱插伊啊！迄个时阵要安怎？你著毋食饭，你著有问题啊！你是要安怎修行？所以呢，这毋才甲伊讲，咱一定爱修福，就是讲会当借着有长，然后咱有布施的机会啊，咱会当付出着咱的时间、咱的精神来参与，搁来。有当听道理啊，听道理就是要甲咱开智慧，这就是要甲咱收费啊。咱若无收呢，那么这就是讲咱的拢不足啦，所以呢，为虾米叫做福慧两足尊？伊就是讲福甲慧拢收甲圆满，所以毋才甲伊讲，咱一定爱福慧双修，这就是甲伊讲，为虾米布施，咱嘛是爱有智慧啦，所以咱拢有甲伊讲啊，不要你的因，不要你的理，只要你的只要高心病啦，这就是上天。伊是上天，毋是讲爱你出足侪钱的啦，伊主要就是要爱咱的你点的迄个诚心嘛。你看咱过去的迄个故事无伫咧迄个24号内面，你来看，因为伊的诚心呢无钱嘛，有当时啊要为着要饲老母，无钱呢，结果呢，拢上天助伊啊，因为咱讲的讲。24号迄个命中嘛迄为虾米？伊嘛是因为好心嘛，迄个时阵无得啊，爱伊的好心感动天，上天甲互生迄个童孙出来啊，嘛有一个为着要互妈妈有饭通食，因为叫迄个名好势煞袂记啊，因为为着要饲，要互妈妈有饭通食，饲一个囡仔呢，因为这无钱嘛这孙拢会含阿嬷要食物件，因为阿嬷若物件通食，就要叫孙来到食。这一对因个囝新妇就想讲，阮都已经足困难的啊，好不容易有一顿饭要互你食，你要搁互阮这囝食，你就无通食啊。为着要互因要饲因老母呢，最后就是爱甲因这囝要甲陪伊大啊。你啊看，要去甲陪伊大呢，结果迄涂骹乌落呢，全是红金啊。这嘛是上天赐金仔，互伊，嘛是因为伊的
个好心甘重天啊。所以讲，上天若要互你吼，人讲的一辈就有够啊啦，你着足足有理啊。哦，上天毋是爱咱，就是爱你爱付出偌济，伊只要就是要看咱是毋是有一点个诚心嘛。哦，所以讲，只要你个一点好心地啊，哦，咱的诚心若付出啊，所以真正来讲啊，可写可不写，写了才是真谛啊。你嘛会当写，啊你嘛会当卖写，但是咱讲的舍得舍得，你有写才会当真谛啊。你若无写呢，吼、根本就无可能啊吼。所以讲，咱即句呢会当讲，咧互咱会当发挥善心呢。啊，么即个社无伊就是要起咱的报喜，无伊就是要起咱的健康的心。啊，咱是毋是做会出来？因为你会当写，表示讲你就是看见这财物嘛。啊，你伫咧报喜的中间呢，慢慢，你就会得到这财物。哦，所以讲来讲。伊是咱讲的讲舍得，你下有用的，你所得的就是无用的嘛。哦，这互咱了解讲，今仔日咱为虾米就是鼓励咱的爱会当讲看重，咱是要省较重，还是要看悬较重啊？哦，所以师尊家来讲啊，人中哪有天竺贵啊，功名恩有道名高啊。哦，所以讲人中呢，就是讲得到名利啊，得到迄权势。哦，但是呢，这天众呢，毕竟呢，这天众呢比较呢，哦较尊贵啊。啊，这人众呢，你要得到这人众呢，就是一直想要得啊。有当时啊，咱讲为着要得到这名位呢，你爱不得手段的。哦，啊，但是呢，你若要得到这天众呢，一定爱写。这两种的就无共款啊哦。你要得到人众，就是得到功名。那么这功名呢，你就是一直去争取，你去争取嘛。哦，有当时啊。为着要行后路，你就是爱去，人讲的讲去共乌西啊，吼、你就是讲一定爱迄个一定付出啊，吼、为着要得到这个利益啊，吼、所以你得到这个功名，但是这功名呢，几档啊利益啊，哦，咱亲像咱即摆要做总统啊，总统几档，敢若4档了，4档嘛吼，4档你看因着爱花费偌济精神安尼，吼、啊因。会使讲人讲无所不用其极就是啦，为着要得到伊的好处呢，吼、你敢看啦，为着要选举的哦，